大家好，歡迎收睇65後慢活，歡迎收睇我哋高雄之旅嘅第二部分。喺上一集，我哋介紹咗酒店德立莊博愛館以及高雄日航酒店，同埋高雄日航酒店嘅自助早餐、高雄萬豪酒店嘅豪享自助晚餐。有興趣嘅可以去翻我哋上一集睇下。今集就繼續我哋高雄嘅行程，嚟到行程嘅第二日，去咗我哋最期待嘅旗津一日遊。要去旗津，可以乘坐捷運去到哈馬星站，再步行前往鼓山輪渡站，然後再搭渡輪去到旗津。而大家都可以喺哈馬星站前往博爾藝術特區。我哋第3日都會過去行下，響哈馬星站1號出口左轉，行到尾，再右轉直行就可以去到鼓山輪渡站，步行大約7分鐘。沿路嘅指示雖然唔多，但係因為路程簡單，路唔算難揾。渡輪嘅班次密集，票價親民，船程大約5至10分鐘，可以欣賞港灣風光。到達旗津，原本以為迎接我哋嘅係紅磚復古風格嘅建築，可惜喺2025年9月起進行維修並搭建棚架，今次無緣一見。旗津係高雄市唯一嘅一座沙洲離島，亦都係高雄港嘅發祥地。穿過旗津大街，去到星空隧道，可以到達守護住高雄港入口超過100年嘅旗後炮台同埋高雄燈塔。再沿住旗津海水浴場漫遊旗津，漫步或者駕駛電動車去到彩虹教堂、貝殼館、海珍珠，欣賞佢哋嘅風光。一出渡輪碼頭就係熱鬧嘅旗津大街，大家可以喺度租借電動車方便行走。但係我哋打算先登上高雄燈塔同埋旗後炮台，之後再租車。呢一度有2條路線可以揀，一條係由旗津大街中嘅民房穿過，先到炮台，再行去燈塔，跟住落山，由星空隧道返回。而另一條就係行過旗津大街之後，穿過星空隧道，再往上行去到燈塔以及炮台。而我哋行嘅係後者。旗津嘅星空隧道原本係一條為咗開鑿防波堤而挖掘嘅隧道，後來經過整建，轉變成而家呢一個充滿幻象色彩嘅觀光景點。隧道入邊畫咗好多海洋生物嘅圖案，搭配藍紫色嘅光影，令人仿佛漫步喺銀河之中。穿過星空隧道嘅嗰一刻，視野由幽暗涼爽嘅隧道內部，瞬間切換到陽光普照、波濤洶湧嘅斷崖海岸。出口處鄰近住壯麗嘅石灰岩斷崖，面對住台灣海峽，波浪直接撞擊，水花噴濺得特別高。然後再沿住旁邊嘅馬雅角紀念自行車道一直向前行，沿路會見到唔少嘅仙人掌同埋厚葉植物。見到呢一個路標就知道離目的地高雄燈塔唔遠啦。沿路風光明媚，但係就唔太適合行動不便嘅朋友啦。響燈塔附近有一間海景咖啡廳，俾旅客一邊休息一邊欣賞旗後山同埋高雄港嘅美景。高雄燈塔又稱旗後燈塔，係一座具有100年歷史嘅純白色建築，坐落喺旗後山頂，係台灣唯一一座8角形磚造燈塔，頂端係黑色圓筒狀，呢一種黑白配嘅鮮明外觀喺藍天大海嘅襯托下非常醒目。離開燈塔後，再行去旗後炮台。旗後炮台係其中最具代表性嘅古蹟之一，坐落喺旗後山嘅山頂，同高雄燈塔遙遙相對。
呢一座炮台見證咗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同埋現代嘅變化。行落山之後，啱啱係午飯時間，去咗有名嘅不一樣的赤肉羹。小小嘅店面座位唔多，午膳時間好快就坐滿，店員都忙過唔停。菜品選擇唔多，我哋就嗌咗赤肉羹、醋飯、花枝丸、蝦卷以及豆芽。呢一度嘅肉羹係將醃過嘅豬肉條裹粉油炸，外皮帶住微微嘅酥脆，就算浸喺湯入邊都保有韌性。內裏嘅肉質紮實而且有彈性。食完飯之後就到附近一間租車店租車，最低消費時間係2個鐘。如果超時可以喺還車嘅時候補返差價。職員仔細咁介紹點樣操作，操作方式簡單，當然最緊要嘅係注意交通安全。由於我哋已經去咗星空隧道，我哋就直接往旗津海水浴場方向出發。旗津海水浴場以細軟嘅黑沙聞名，係島上觀光動線嘅核心。岸邊仲有露天酒吧可以小酌一杯。沿住采豐大道自行車車道一直往前行，就會去到彩虹教堂。呢一度最初係婚紗攝影公司設計嘅拍攝基地，以幾何嘅建築形態為主要設計元素，搭配唔同時間嘅光影變化，產生立體嘅空間感。彩虹色系代表幸福嘅意涵，為新人帶嚟好運同埋祝福。由彩虹教堂往南行一段小路，就可以見到閃耀住金色光芒嘅巨大公共藝術旗津海珍珠。海珍珠高10公尺，佢嘅表面會隨住陽光照射嘅角度同埋海水嘅反射，散發住好似珍珠咁嘅光澤。響海珍珠隔籬有一個貝殼館，但係我哋就冇入內參觀。如果再往南行，就會去到戰爭與和平公園同埋風車公園，但係感覺有啲遠，而且我哋要去下一個景點，所以我哋就喺海珍珠返程，返去旗津大街還車之後，跟住就坐返渡輪出返去鼓山輪渡站，下一站就係出發去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要前往英國領事館，可以搭骨一路公車喺洪鎮北門站落車，或者直接步行至到山下園區入口。喺呢段路可以欣賞到港邊停泊嘅遊艇同埋其後山嘅景色。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係台灣現存最完整嘅西方領事館官邸同埋辦公室，結合咗歷史建築、蠟像藝術同埋世界級嘅海景。園區主要分為山上同埋山下2部分，透過一條古老精緻嘅登山古道相連。依家園區逢星期3休息，建議喺出發之前先喺官網查詢。65歲以上嘅長者，無論係高雄市民定係遊客，都係用優惠價台幣39蚊入園。門票仲包含台幣30蚊嘅餐飲折扣券，可以喺山上官邸嘅古典玫瑰園購買下午茶、餐點或者紀念品。山下園區展現咗領事館辦公室同埋生活場景，透過多組蠟像群，重現咗當年打狗港開港後嘅生活日常，例如領事夫人同埋街頭小販、馬雅各醫生行醫嘅情景等等。參觀完山下園區之後，就往山上進發。呢一條連通山上嘅步道，由紅磚、花崗石同埋碎石鋪設而成，係當年領事往返官邸同埋辦公室嘅必經之路。呢一棟標誌性嘅紅磚建築，採用咗後文藝復興風格，擁有連續嘅半圓拱廊，設計上考慮咗熱帶氣候嘅通風同埋遮陽，係以前領事嘅官邸。而呢一度更係俯瞰高雄港、西子灣夕陽以及其後山嘅最佳位置。嚟到呢度嘅主要原因，當然係為咗有名嘅西子夕照。西子夕照係名列台灣8景之一嘅絕美景致，配上特色嘅紅磚建築、夕陽、西子灣沙灘、大船入港以及其後燈塔。山上園區嘅領事官邸入邊
除咗紀念品店，仲有一間古典玫瑰園。呢一間進駐喺山頂領事官邸嘅茶館，充滿英式優雅氣息。古典玫瑰園分室內座位區同埋海景長廊戶外區，大家可以先網上預約或者即場排隊。我哋大約4點半入座，並坐喺拱廊下嘅露天座位，正正對住無敵海景，一邊飲住下午茶，一邊俯瞰西子灣嘅海景。呢度嘅風景美不勝收，每個角度都可以影到靚相。園區至到3月31號仲有小王子125週年嘅特展，鍾意小王子嘅朋友唔好錯過啦。嚟到第3日嘅行程，我哋去咗台灣最有代表性嘅文青聖地之一駁二藝術特區。駁二原本係高雄港邊荒廢嘅實驗倉庫，依家則不定期舉辦各類國際藝術展同埋唔同類型嘅市集。要去駁二，可以先搭捷運去到哈馬星站，同前一日往鼓山輪渡站相反方向。今次喺2號出口一出，就會到達輕軌哈馬星站同埋舊打狗翼故事館。舊打狗翼故事館原本係高雄港車站，係一座1908年興建、2010年修復嘅木造車站。入面嘅復古辦公室保留咗早期嘅木製新姿櫃、老式打字機，甚至係當年站長使用嘅桌椅同埋電話。呢一度免費參觀。踏出車站嘅後方就係廣闊嘅哈馬星鐵道文化園區，草地上面停住多輛經典嘅蒸汽火車頭同埋古老火車車廂，而喺呢度仲可以搭乘賓線觀光列車哈馬星號，65歲長者可以購買優待票，而呢一個價錢係來回車票嚟嘅。呢一架火車車廂小巧，除咗車廂入邊，大家都可以坐喺露天嘅車廂上，感受獨特嘅鐵道之旅。火車上面都好貼心咁提供遮陽傘。經過呢短短嘅路程之後，大家可以選擇喺終點站落車，或者原車返回。返去哈馬星站之後，可以漫步穿過哈馬星鐵道文化園區，去到駁二藝術特區嘅蓬萊倉庫群，或者乘坐輕軌一個站去到輕軌駁二蓬萊站，繼續我哋嘅行程。當日咁啱係駁二動漫祭，人流好多，亦都有唔少嘅人 cosplay， 亦都有數個唔同類型嘅市集。建議大家出發前可以去到駁二嘅網站睇下有關展覽或者市集嘅資訊。慢慢我哋就行到去大港橋啦。大港橋係台灣首座水平旋轉景觀橋樑，亦都係亞洲最長嘅跨港旋轉橋，可以喺3分鐘之內完成水平運轉。每日嘅下晝3點會進行開合 show， 而每逢週5、6日嘅夜晚7點會加開一場。橋樑可以俾行人或者自行車牽行，串連駁二藝術特區同埋棧二庫。可惜我哋嚟嘅時間太早，未能夠欣賞開合 show， 但係登上橋影相都唔錯。沿路由哈馬星站去到駁二藝術特區嘅大義區、大勇區、蓬萊區、棧二庫，有唔少特色嘅藝術品同埋店鋪，但係由於園區範圍太大，景點比較分散，而且露天行走，建議先查清天氣預報、店鋪資訊同埋展覽嘅資訊。如果對藝術、文青活動冇太大興趣，以及體力比較欠佳嘅朋友就唔太友好啦。返酒店休息之後，就前往乘坐愛河愛之船。除咗太陽能船之外，亦都有咁多拉船遊愛河，而我哋就揀咗太陽能船。大家可以去到捷運國賓站，然後行去碼頭上船，船程大約25分鐘，途經星座碼頭、七賢橋、85大樓等著名景點，河岸風光一覽無遺，船程平穩，冇臭油味。導遊詳細解說愛河歷史同埋附近嘅景點。但係呢度嘅長者票只限於高雄居民，旅客係冇優惠㗎。
第4日，我哋就出發去到左營嘅蓮池潭風景區。蓮池潭畔係台灣寺廟最密集嘅地區，其中以龍虎塔、五里亭、春秋閣、孔廟等最負盛名，曾經被美國有線電視 CNN 特別推薦，係清代嘅鳳山八景之一。要前往蓮池潭風景區，可以先坐捷運紅線去到左營站，由左營站前往我哋嘅第一站龍虎塔，可以搭紅35號巴士，而的士就大約港幣30蚊，先抵達蓮池潭風景區嘅第一站龍虎塔。龍虎塔高7層，建於1976年。塔身嘅內部牆面有精緻嘅24孝同埋地獄審判等詞畫，充滿住傳統教育意味。塔身同九曲橋相合，參觀龍虎塔要由龍口入，虎口出，意即入龍喉，出虎口，就能夠趨吉避凶。登上塔頂就可以一覽蓮池潭嘅美景啦。同龍虎塔為鄰嘅春秋閣，建於1953年，係兩座中國宮殿式嘅樓閣，一個叫做春閣，而另一個就叫做秋閣。呢一度設有一座龍形隧道，同龍虎塔相似。隧道入邊有唔同故事嘅彩繪。穿過春秋閣後，有一條長橋直通湖心嘅五里亭。五里亭高度約2層，沿住五里亭嘅樓梯登上2樓，就可以眺望成個蓮池潭。離開春秋閣再往前行，就會到達玄天上帝神像。呢一座神像高度約72公尺，曾經被稱為世界最高嘅水上神像。通往神像嘅長橋兩側，站立住氣勢磅礴嘅36觀像雕像，每一尊神像嘅表情、法器同埋坐騎都各具特色，仿佛守護喺呢一座水上嘅宮殿。參觀完北極亭之後，可以順住蓮潭路往北走，大約5至8分鐘就可以抵達規模更宏大嘅左營孔廟，但係今次我哋就冇參觀。返去左營站之後，就去咗隔籬嘅新光三越午餐同埋行框。無論係左營站或者係新光三越，都有唔少餐廳嘅選擇。嚟到台灣，少不了要食下佢哋嘅牛肉麵，我哋就去咗段純蒸牛肉麵。鋪頭有唔少套餐可以提供選擇，味道都唔錯。去到行程最後一日，喺酒店食咗早餐之後，就慢慢收拾行李，坐的士去到機場。高雄國際機場唔大，得一間手信鋪，所以建議喺市區買好咗手信之後，再出發去機場。今次嘅高雄之旅，由傳統嘅廟宇玩到文青必去嘅博二，品嘗咗地道嘅夜市美味，再試咗5星級酒店嘅 buffet，去咗旗津吹吹海風，亦都安靜咁望住港灣嘅夕陽，品嘗下午茶。住宿喺捷運紅線附近，往來各個景點之間都非常方便。響高雄嘅消費，無論係酒店住宿定係小食，都相比台北平。往返香港都只需要大概個半鐘左右，非常方便，係3日2夜短途旅行嘅首選，絕對係放鬆身心嘅好地方。今次嘅介紹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請你收藏、點讚同埋訂閱，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